结束。说了还窄，还窄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过来嗨嗨。穿这个衣服颜色很不错。嘿嘿。哦，这个收30斤的，这个是王未来，王未来跑这个来了。那天一个人跑，其他地方都跳了几天。这个是水珠儿，哎，不是弟弟吗？弟弟。哦，他错了。啊，当然啊，这是境外的长工卧虎啊。把政治的美女全部聚集到境外来了。在直播吗？没有，手机在中间。这个去拿那个手机，他手机呢？这个有点像科长，我们那个芒草司机，他有点像科长，走哪个地方就拍哪个地方，基本上主要是拍藏族、歌庄舞、藏文化。你看，他把这里有
心中的所有呀，中的用呀，那中的马扎，中的大所长，我有我发努力，所看的想看呀，中的马中中用中的所用的所有呀，那出力干到出力，所中的所有呀，三十多那把牛肉那所有啊，玉树水果当满中那所有啊。你手中那美，心中那所记，帮手中就在当中那所记呀，中那记呀。他说充电的那个音响的话就不充了，就是现在国内这个是，如果是他们观众的一些产，一般是产断了，碰了一下就接受不了。这个是我们给他拍的，给他拍摄的。拍那个主要是给他拍抖音嘛，就是直播呗，直播。我把那个跟着用，跟着那个指甲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一会儿吧，8点8点。那个8点7我吃了，我今天我们的拿走的水果全部吃。他这丢了的，干么装我这真的，就是没。大点的。对呀。你看笑。
这是对，手机拿我们是不是太滚？大家看。那肯定是这是的话，这是。
前面两个问题，没捞出来吗？看到没有？对，有些他不懂，但是刚刚那个，因为那个巴龙姆他对很多那个账的方面，他都参与了，而且没报警，收入的没有。他说他以后要有可能是去那个外好像，福州好像是去缅甸，现在大概是这样。人家哥是哪我呀？说完了吧？哎，应该还有吧？我以为是他们把那个筹码重新换掉了。你说哪一个？这还有还没有？还是没有？这个没有，这个热点的关掉。他们好像去那巴东好像是其实好像是他说其实要去缅甸那边，好像是明年吧，明年3月份也到了。国内媒体那个报道的，还是一些新国内媒体。咱现在好了，你看，现在好了，那就这样。
17角，17个160。我们4个人。他们去人都没有。哎，来了，来了吗？先报车。这场我玩去过最不是很快，就到了。垃圾桶。那个没啥。这是垃圾桶。垃圾桶那个。要公布一张桌嘛。哦。分散了的，应该在一排嘛。这边排英雄是英雄的，但是我这个收音设备也是最顶尖的了，不选测试应该不选是最好的，因为X6收音效果不小。一直在那个使用效果加那个传音。我给点水。再取下来，别热，放起来。这里有一口。送海拉算了，一人一个，送花了都送海拉，每个都跑不掉。对，只有团员。我们送海拉以后每个人都送嘛，不分团员，不分那个，只要在跳得好的都送。好像海拉也挺贵的，刚批的话也便宜。
还不知道，因为他们还在商量。
回事，这他们那到那边来的。3个不是2个。现在没有不算好了。白色的那个不会有便宜的，好像便宜的好像2、3块钱。是吗？就一张走马的旁边，看多少车，多少车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？看到了。这也可以吧？上边吗？这儿。
么了？走。我脑球。怎么回事？烟回来了。这也咳嗽呢？我感冒还没好。你感冒？这有流行感冒。王青回老家了哈。还有那几个茶子放在那个垃圾桶后面去。就是今天是小嘛，明天星期三嘛。今天没弄啊？抢不抢这个菜进来？马上的。好热呀，好热。他这里有没有？回老家了，家人们欢迎大家。好，兄弟，好。今天没有风，他的脱壳了就要掉。啊，昨天晚上昨天也这样，昨天还有风嘛。好，我们这两回走了，我们家里。有点咳嗽。小雨天还咱们还没好。是哪个？今天不是在调查了？我感冒还没好，吉祥安康。应该是吉祥安康。吉祥安康，谢谢关注。慢点。下一集跳了。他刚刚那个跳完了，下一集。大一点。跳，打起，溜就是。全国都在跳这个忘年之恋，所以他们都是说，徐州那边负责编舞，成都那边负责传播。真的，这个传播真的是景观是真的是传播非常厉害，只要他们热不热舞的话，在全国都热舞。完了之后这首歌特别好听，它这个节奏，它不像别的舞一样，它这个快节奏，这是在那个波动舞里面少有的慢节奏的舞，而且它这个波动我特别喜欢这种乐，我觉得它会成为一首比较经典的舞曲，我相信二老师他们会把它唱得很好。我穿了红色的就穿红色的。前面了。
手。是不是打？打酒，多嘞打酒，多嘞，打不着。姑妈闹球。不会啊。对，这不会。不要，等一下再。看着，跳，上海来的。没有。拍这些直播的这些粉丝，就是我们说好，真好，真好。
不要交钱？好。还要洗巾。不见，就是原来那个时间，他们这个水平，差不多，主要是这边这个口语好几个。他们的去过了吗？去过了吗？10斤知道吗？这个10斤是吗？没有吗？10多斤好一点。韩国的视频的嘛，10多个。跳，快点跳，好跳一下。最小是目前为止。看我有几天没来了。
我感觉我像行尸走现在 iOS 更新到17了，今天更新到17了，完全可以，没有重复闪退。对，到时候那个老师们出那个教学视频，现在手机现在这个手机。每天没有雨啊，每天都没雨。18到24，19到24，18到24，正常的。iOS 17在13 Pro Max 上面好像适应起来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变化了。一天是它10倍变就。它不像我们汉字的5.5啊，我们看不懂。我们就会想到说，中国中的一些动作啊，或者一些比喻啊，那是很容易理解和习惯。
这椅子上面了。走了吗？走了。这架子。你下班了吗？我俩是吃啥了？我基本都挺多的。啊。这怎么长点9点多。你们这边走嘛，不得那么着急嘛。啊。今天慢走的。不会了。那不会。那就。1、2、3。哎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哈。谢谢什么？这不是。
范姐跳舞挺真的。还有图么吗？嬉笑。就新的嘛。学校那个南博啊，学他们跳舞。你都会跳，我妈出不着会跳，跳不来。啊？这是会跳吗？我不会跳。太巧了！你在看我，我叫你半天都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叫我了？你刚过来的，那什么？啊，是的。往前走。往前走。好，就这。这个手机好烫嘞！我靠，这相机一直开的。1分钟。干啥呀？说一下过程嘛。太长了。18分钟。太没办了。干啥呀？你看你自己10分钟在手下真的，没跳过，都不再会。跳一次。哦，刚刚。快，再跳一次，放下去。那我们再开始。再有一个。有想跳196吗？要跳第2次。
笑一笑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，就这个笑容，哎，对对对，哪个女孩子见了不容易说，盯着笑一笑。继续跳吗？新的跳吗？啊？新的跳吗？啊？
괜찮아 아직 든든지 바람이 바람이 아직 든든지 바람이 바람이 不要看我，我不会哦，我特别学的，慢些这个是不是时间又很长啊？但是走着走着就走到2里地了。看这个首饰包装。希望你怎么买点巧啊，姐姐。好，咱不会怎么吃。什么情况？啊，接着你这里的。回来一遍，回来一遍，等于一样的。这个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好的好的。我等会应该不直播的话，也在那边瞧一会儿。师傅会的，我可以学习的，在新北的。昨天晚上也跳的。
个人去。差不多。扎西最努力了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咱们的扎西是最努力的，看这没用的也在这钓鱼，兄弟们。这边呢，忙到完了，这一次。哎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。我在这我不晓得我后面还有。是境外的3大高手啊，3大美女，老师小罗，还有杨世涵。结束吗？继续了不呢？中间还不会了吧？哎，那个是城管，城管。自己拿自己的包啊！没有了吧？我今天没有那个一家小狗狗，要不要人？不用。不要啊！它好贵，我觉得简直随时都能。玩一会儿吧。玩一会儿嘛。玩一会儿。那你是跟他取材啊？知道。到底几个一个是？哦，你配的有点好。刚才该看50就过来了。反正我那儿里面我们说出来。你的视频配的嘛。有这个。然后我是洗脚液配的。哦，好。谢谢你们，我们都是搞联合的。谢谢你们。昨天前又有送水，又来帮我们维持秩序，挺好。哎呀，好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这都是老师的粉丝啊。挺好的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我今天还说，就看着我这边看你在外面。我刚刚才过来。哦。他们有这个维持秩序。好。对的，谢谢了，你们也辛苦了。对，感谢。哎，真的。不，我配警察，不要配警察，不要配警察。好，感谢。不要配对。不要拍。谢谢。张三。名字。这你怎么？我看私下我去。哥哥，我的手机去哪儿了？你有没有？给警察的家人嘛。我的手机在这儿了，打个电话。看到了，其实不清楚，不晓得。手机在你那吗？我亲姐姐。打个电话过来。给我打个电话。打个电话过来。这个给他说啥？手机我在这，手机在。我现在每晚都看这个视频。不要给我3个。这个能够现在的。这就结束了，咱们就这边就结束。好的，还是不要跟这儿了。就在这个地方。就是现在，他把在哪？这个在哪找到的？在户外中心。里面。这个有2张吧，一层还有。他掉了一个。啊，就在这个坑那了。吴姐，你今天从哪儿？这个没有他们说了不要他晓得你好瘾，他就不会来了。他不好意思，这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。不想吃饼干。很多人都一般没拿，一般拿。就
10句话里面，我就没有10句话里面最多。但是他就讲10句话，啊，所以我看了，我就拿个外面，我讲的。对呀，我说昨天等一下哈，等他忙。吃饼干，吃饼干，没事。真的帮你那个，哎呀，人家那么厉害。你下次把你爱人带过来，吃那个薯，再来一个嘛，谢谢。就饼干。如果你要看国章，我就是这个地方。如果你要看他没有，这个地方是我。他没有吃面。说完没有？完了吧？4根，短的4根都说了啊。长的呢？长的2根就不知道啊。还没说吗？还问你是湖北哪里的？说完了吧？没有，长的2根，长的2个还没人谁去说去？就是说，整个国章界最出名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对，精神领袖。你这个人也是变好友嘛？这就是英语老师。这样。嘛，没等到。对，这边光。我没带，我那个镜头不需要。不要给我，没问题。不要打枪，大点。就在这，你来。还可以给热嘛？有些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事。谢谢。排队。很多人啊。走呀，拿走呀，拿走呀。我拿这个嘛，这个可以。先帮拍一下吧。我不会，你帮看一下可以了。你跟他拍好。帮看一下。很起码熟悉，熟悉嘛很切，说普通话。很起码熟悉，这很明。哦，这个钥匙是谁的？谢谢。他老婆特别喜欢已经资金干嘛？我是资金干。谢谢。看一下，不出去啊，谢谢啊。看哪？这吗？我这个这，俺需要你研究几道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拿着东西了都不好意思了。对啊，你看赔钱没有？我觉得好久没对了。哦，没得吉利熊，没对哇？没对哇？不好意思啊，赔钱没有？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。谢。我没对对。不用。主要生活太丑了。好，拜拜。明天他应该要来。好。那我帮你拍。来，帮我拍。来，排队，我也拍一个。芒哥同学，学英语老师好严呐，这马老师看了1年了都不。对。这是芒哥。这个可以的。盲肠日记，它有点像科长。排队。你都问我他是哪个？是。照完没有？你帮我照一照。照完没有？没有，我已经。我走了嘛，照完没有？你不直接那个就那就走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我摄一下。不会笑了。我摄一下，摄像一拍照都有。不用照。摄像一拍照都有了，真的不要。好，真的不要。休息了吧，完了，我走了。可以。吃一块呀，吃一块。坤哥跟老师合影没有？啊，我就不跟老师合影了。我合影太多了，没不合影了。我每天都看老师，我还没有。啊？我跟老师合影太多了。我应该是吧？然后应该是他们。我合影。
要么你的面方便其他的棉花，或者可以可以，他好像抖音联系我，我们联系他们，他好像不发了抖音。好，好，要得慢走慢走哈。好，拜拜。给他回复也是的。多少138 啊，应该有活动。 31113，他有我的微信吗？没有，他好像是那个业务。你说，不是微信。谢谢。好吗？没事。哥哥走了，不收工了，下班了啊。大家都早点你去体育馆吗？我不去，给我拿了一个。不好意思，你关心吗？去嘛，当然去健壮。不用上我微信。我想去哪用几面了？009，到底是008还是009？008还是008就是。109。你这老师是009了。第一届是008。谢谢。哎，那个是你那个架子，哪个？你是哪个的架子？你是哪个的架子？我的。你的，我给你说过了。你是我给你说过。他们用的。哦，要得，好。给那个登他们用的。哎呀，就是团队一些他用完后就直接给他们用。我找那个支架，然后他们可以用。他明天他要来，明天我把他发来了。他那在架子都搞完了。对，泰国有个那个会是他给我很多钱，然后估计在勉强到泰国吧。好的。泰国那个永宁。当时周庆的时候都本来想进去的，都没进到。没儿去。